地点市中山路甲民权路口意外出现一面大型看板，唔知民众也准讲是宣传什么电影，其实这是一位候选人林俊宪的竞选看板。一般候选人拢是抢救家己，不过这回抢救的主角却是被民进党列为不分区的王义川。林俊宪表示，面对主要的对手王家珍失去参选资格。外界传出直接报上以后，就受到党内参选同志邀请四国助选，嘛互伊思考转变选择的重点，希望冲关党内不分区立委甲总统票。过去选民最少讨论到、比较不注意的就是政党票。那这一次呢，民进党在政党票的选举，我们的不分区王义川这个抢救王义川大兵很意外的在这场选战成为一股潮流除了能够极具鼓舞我们支持者的士气，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平常比较不关注到这个区块就是政党不分区的选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这次民进党国会过半的重要性。所以原本我在市区有几块重要的看板，都是用我个人的选举为主轴。我现在把它更换为抢救王义川大兵，陆陆续续我会上我后面这样的一个看板，希望能够在最后这场选战呢在我的选区里面把我的选战能量转化为冲刺政党票，拉高总统得票。面对这个抢救王义川的看板，议会民进党团成员嘛踊跃出席自拍，宣传王义川的个人特质甲专业，希望唤起支持者甲中间选民的热情。王义川本人的这个个人特质除了是在地的台南家里人以外还有伊本身的口气，还有咱本土的这个气味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政党票可以把大家的这个士气紧追出来，要呼吁大家可以一起来抢救王义川，我们一起支持民主进步党。那也要记得进去投票所不会看到王义川的名字，只会看到6号民主进步党，请大家一起抢救王义川。林俊宪表示，目前抢救王义川看板第一波采3面，后续伫第5选区将设10面，希望成功开辟民进党选情的另外一条新路线。美德赢台湾，抢救王义川，国会拼过半，抢救王义川。台南新闻，阮籍林英庚采访报道。